各位朋友，今天聊人的一生。一輩子其實只有3萬天，3萬除以365等於83年。就算你活到83歲，也不過3萬天而已。但更殘酷的是，這3萬天還不能全部算數，因為我們每天要睡覺，如果把睡眠扣掉，大約會用掉1萬天。也就是說，你真正清醒、能選擇、能改變人生的時間，只剩下2萬天。2萬天聽起來很多嗎？我們來算一算，如果你現在30歲，你的人生大概只剩下12700天；40歲只剩10300天；50歲只剩7900天；60歲剩下5400天；70歲只剩3000天，到了80歲，你的人生只剩下500天。當這些數字這樣一層一層往下掉，你還會覺得改天再說嗎？我們總是以為還有時間，還可以等，還能慢慢來，但其實時間從來沒有停過。你今天沒有做的事，就變成了明天的遺憾。你今天沒有珍惜的人，可能那一天就再也見不到了。100年之後，沒有你，也沒有我。我們奮鬥一生，帶不走一磚一瓦；我們執着一生，也帶不走一絲愛恨情仇。你拼命想贏的那場爭論，最後沒人記得；你死抓不放的那口氣，最後也毫無意義。那我們為什麼還要這麼累？為了一句話翻臉，為了一點小事糾結，為了一時情緒把關係推遠，甚至用一整天的好心情去交換幾分鐘的不愉快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我們把最寶貴的時間浪費在最不值得的事情上？人生不是沒有痛苦，而是痛苦本來就存在。但真正讓人疲憊的，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你不肯放過自己的那顆心。你一直想證明自己是對的，一直想讓別人理解你，一直想改變那些改變不了的人。可是最後你會發，你改變不了別人，你只能消耗自己。所以慢慢的學會一件事，放過別人，其實是在放過自己。該翻篇的就翻篇，該放下的就放下，該離開的就離開。因為你的人生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一直卡在同一個地方。如果人生只剩2萬天，你還會不會繼續生氣？如果時間是倒數的，你還會不會把愛拖到以後？很多人總說，等我有空，等我有錢，等我準備好。但現實是，有些人等着等着就不見了，有些事拖着拖着就來不及了。所以從現在開始，想見的人就去見，想說的話就去說，想做的事就去做，不要再等一個完美的時機，因為人生從來不會準備好才開始。與其計較，不如微笑；與其抱怨，不如改變；與其焦慮未來，不如用力活在當下。把時間留給值得的人，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上，去愛，去感受，去經歷，去讓每一天都有它存在的意義。有一天，當你回頭看，你不會後悔自己賺得不夠多，但你很可能會後悔當初沒有好好生活。人生很短，短到來不及後悔；人生也很珍貴，珍貴到不該浪費。所以請記住，你這一生真正能用來活的不過2萬天，而今天不是普通的一天，而是你餘生裡最年輕、最值得珍惜的一天。別再等了，從現在開始好好活。